香港的士車主近排又嚟了啦，話要3月5號罷駛5日，以示對政府打擊白牌車不力嘅不滿。結果超哥出嚟講咗句激烈行動不得民心之後，黃雨婷就突然縮沙喎，話當日所謂嘅罷駛文件只係內部傳閱，從來冇正式講要罷駛。當時佢仲反問社會，就算真係罷駛，究竟係邊個逼出嚟啊？未過3個月，又嚟多次最後通牒啦。咁一樣啦，喺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訂閱嘅，請幫手訂閱啦，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如果有時間嘅話，請幫手睇晒啲廣告，多謝大家。可能見上次超哥出面回應，今次直接由車行車主協會出公開信俾超哥，冇得兜係內部文件噶啦。講到白牌車已經變咗三頭六臂、三面夾擊，令到的士司機走投無路，收入大跌，仲話要政府嚴打非法網約車，否則就不得不採取進一步行動，捍衛其生存權利。就咁睇啲字眼，係咪好似啲恐怖情人呢？佢哋由舊年上半年開始已經動作多多，記唔記得有的士司機私自放蛇，再向警方舉報白牌車，仲引發社會關注添。你唔要我就死俾你睇。個個50-60歲人樂悠卡都攞埋，都要做到咁肉酸，其實都唔怪得邊個噶。生意唔好唔係淨係白牌車嘅問題，喺呢一個 moment 真係想問下的士業界咁多位，除非本身清者自清啦，點解又唔提下自己咁多年嚟靠炒牌炒租壟斷市場劏遊客拒載呢啲咁嘅嘢，搞到自己個朵臭晒，而家先嚟賴人？假如你哋的士業界本身就係做得好好嘅，使咩驚人哋競爭啊？其實純價錢考量，網約車應該唔會影響到你哋生計。係人都知網約車嘅車費係貴啲噶啦，點解仲唔搭你車啊？事實係你哋自己做衰先，網約車先上到位咋嘛。講真啦，你炒牌蝕錢關社會咩事啫？又話要政府幫，咁全香港個個生意唔好，唔夠錢使，又個個寫信俾超哥咯。睇完你班的士佬呢啲聲淚俱下嘅信，真係忍唔住笑啊！乜嘢尊敬的行政長官啊，咪又係啲官腔骨子裏一樣覺得自己係大爺噶，就好似啲大媽喺人哋鋪頭拗着數就要大吵大鬧，叫人揾話到事嘅出嚟同你交代咁。封信仲話業界鬱結已經接近12年，如果要鬥慘嘅話，香港都鬱結咗足足28年啦。黃秋生的士判官都30年前，香港人都忍咗你哋唔止30年啦，又唔見你哋貢獻香港，香港都財赤緊噶，就嚟連褲都冇得着啦。嗱，講明先，我唔會係政府打手，但係政府都幫你唔少啦，加價又俾你加咗幾次，財赤都抽咗部分錢出嚟，先出錢買3000架電動的士電動車，之後再為你班人買車平啲。政府派出高層官員出馬，仲要請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去今個月20號嘅紅旗新車發佈會，將國家領導人習大大官方用車品牌紅旗計劃打入香港市場，以國產豪華汽車嘅姿態推出紅旗換電的士。計劃全港設有8個維修及專用充電站，啲車殼售價係18.8萬，傾完出嚟比較目前的士業採用嘅比亞迪仲要平足一半價錢。雖然個價錢唔包電池，但係條數點都平過依家。再嚟早排為咗平息放蛇爭議，政府喺事後曾經出面表態，話會喺今年內立法規管網約車平台。不過超過政府特色，講完口號就收工。大家都明啦，講咗咁耐都冇影，擺明就係 hea 你哋啦。只係幫嘅位唔係的士業界想要嘅位，唔會所有要求都滿足晒你。政府嘅補貼係出於拖延，或者用個藉口嚟緩和的士業界嘅需求，但係政府點都有出手幫到。即使你覺得係出於拖延，都真係有補貼啊。做到咁仲好意思話政府冇幫你哋？其他行業政府都冇咁多補貼啊。大眾市民仲要俾政府 cut 社福，政府出埋錢同你 upgrade 硬件，係你哋啲態度唔改，先至自己搞死自己，自作孽咯。你哋自己諗下，你哋啲訴求有幾多係合理嘅？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兼主席鄭克和喺信度寫，的士業界面對網約車平台以低廉嘅車費吸引乘客，直接削弱從業者嘅收入同埋市場份額，令到佢哋嘅生存空間越嚟越狹窄。面對非法白牌車營運，政府就視而不見，對業界合法經營者嚟講極度唔公平。業界嘅怨氣無處宣洩，生計被掠奪，令到佢哋感到絕望，質疑政府係咪真係無能為力，抑或係根本唔願意關心業界嘅困境。冇咗網約車，你哋班大爺咪又係黑市民。成年人講嘢就直接啲啦，唔好左閃右避啦，擺明就係唔想有其他人競爭壟斷市場。政府向來嘅立場都應該係要維持市場公平競爭。假設政府睬你哋嘅話，全港有咁多工會同埋組織，全部有樣學樣咁走出嚟，話表達訴求，咪亂晒龍。的士業界用行動鼓吹緊啲咩咁？哇，見而即報啊！鄭克和啊，鄭克和，冇生意唔係應該好得閒嘅咩？與其喺度發爛渣，不如諗下點樣轉型升級啦。的士車主發爛渣，由頭到尾都唔係一場關於公平與法治嘅抗爭，而係一班多年靠制度吃香嘅人，忽然發現自己嘅既得利益受到挑戰，於是就想用恐嚇同埋想靠昔日關係去挽救一個已經冇人信任嘅行業模式。咁講啦，你見的士業界成日攞合法嚟講，但係所謂合法其實只係特權嘅庇蔭，唔代表你嘅服務值得支持。呢個月又要報稅啦，順便問下你哋有冇合法報稅啊？喺呢一個年代，仲想靠扯貓尾、煽情發言去壓住民意，只會越搞越離地。市民係有眼睇噶，只會更加覺得呢一個城市唔單止交通塞，連制度都塞啊！官員唔敢拍板，的士界唔肯改變，白牌車冇位立足，最後搞到大家都冇好日子過。香港人唔係唔念舊，但係唔會無條件原諒一個唔肯改變嘅行業。你哋喺時代變遷下受到影響，唔代表你可以成為社會前進嘅阻力。如果的士業界仲想有人支持，就唔好諗住靠喊、靠鬧、靠下去爭取乜，要改變先有得救。之前有疑似的士車主好串咁話未驚過，放長雙眼睇，我諗都唔使放太長啦。結果係點？好快就會睇到。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片，請 CLS 啦。